港元拆息顯著回落，主流銀行 H 按息已跌穿封頂息率，置業人士供樓負擔減輕，投資者買樓收租成本亦下降，加上租金持續上升，唔少屋苑都出現供平過租嘅情況，推動收租客加速入市。新鴻基地產同會德豐地產合作發展嘅何文田太子道西233號，新近首度推出入場版兩房細單位應市，最細面積僅375方尺起。參考同係另一太子道西樓盤 Prince Central 最近尺租介乎60至78個半，預計項目租金回報率相當可觀，勢成投資收租買家吸納對象。由於最近一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已經跌穿1厘水平，以市面一般 H 按息率為 H 加1.3厘計算，實際按揭息率僅約1.89厘，大幅跌穿一般封頂息率3.5厘水平。如果以樓價800萬物業承做70%按揭同30年還款期計，最新每月供樓開支約20,392蚊，較之前封頂息率計算嘅供款額約25,147蚊，每月節省約4,755蚊，跌幅近19%，大大減輕供樓人士同收租投資者負擔。太子道西233號最新推出嘅兩房細單位，正好切合市場需求。參考 Prince Central 新近錄得租賃成交，租金表現相當理想。其中高層實用面積344方尺一房戶，月租金額27,000蚊，尺租78個半；而中層實用面積346方尺 D 室一房戶，以每月26,500蚊租出，尺租76個半。即使位處低層嘅 H 室開放式戶，實用面積266方尺，月租金額16,000蚊。尺租亦要60蚊。根據成交記錄冊資料，太子道西233號早前售出嘅低層兩房平台單位，最低成交尺價約21,500蚊起，價錢相當吸引。以此估計，項目細單位租金回報率有機會達3厘半至4厘。由此可見，項目細單位無論係購入作為投資收租或入門版豪宅自住，均屬明智之選。事實上，太子道西233號自推售以嚟銷情理想，首階段主力先推向加多利山方向嘅4房大宅，至今已經售出20多伙。當中18樓連天台特色戶嘅成交價高見7,338萬蚊，尺價41,979蚊，同創項目暫時最高紀錄。配合發展商最近啟動低層細單位嘅銷售攻勢，部分現樓兩房單位亦已經曝光。當中最細面積僅375方尺起，包括今日參觀嘅3樓 B 單位，全屋不設走廊位，全實用。大廳同2間睡房同向，間隔同樣方正，方便規劃家私佈局。而且2間睡房均預留位置安裝大型到頂衣櫃，有足夠地方收納衣服。單位採用開放式廚房設計，可以話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有齊電磁爐、微波蒸焗爐、抽油煙機同雪櫃等家電，輕鬆煮食完全唔係問題。至於另一最新推出嘅兩房戶，分佈較高層 D 室，實用面積505方尺，2房一套間隔。今次帶大家參觀16樓 D 單位，由於位處高層，景緻相當開揚，而且配備一個32方尺露台，無論室內外都可以遠眺獅子山同埋九龍塘一帶景緻。一入屋，玄關位置已預設鞋櫃同儲物櫃，住戶出入時更加方便。長方形大廳間隔方正，開放式廚房配套完善，2間睡房分佈喺大廳兩邊，同樣設有大型觀景窗，採光度十足。其中1間睡房屬套房設計，提升私隱度。至於另1間睡房亦特設趟門同客廁連接，一樣可以享有套房嘅方便。另外，太子道西233號嘅主客會所設施完善，設有同區物業較為罕有嘅戶外游泳池，長約20米，同時提供健身室、多用途宴會室、娛樂室、兒童遊樂場、共享空間及音樂室等，全面照顧唔同年齡層住戶嘅需要。項目嘅地理位置當然亦都係一大優勢，樓盤坐落市區核心，步行前往同係 Moco 新世紀廣場只需約5分鐘，盡享70多萬方尺大型商場嘅購物消閒娛樂方便，更加可以無縫連接港鐵旺角東站，無需轉車2站直達會展站，
3站到金鐘站，亦可以一線連繫羅湖同落馬洲，北上消費都極之方便。項目附近仲有港鐵太子站，透過觀塘線或荃灣線快速貫通各區。太子道西233號嘅校網亦係用家以及投資者至愛。項目位處九龍城傳統中學名校網以及小學34校網，附近名校林立，包括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、拔萃男書院、喇沙書院、協恩中學及馬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等。